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4，诗篇30篇1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我要尊你做至权，因为你有提拔我，保护我的对敌对我夸口。三甲来祈祷，提拔我，无互对敌夸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全能的上帝，活命的主宰，主啊，世上无任何的一切通甲你相比，也无有互阮通倚靠。主啊，只有你是阮的一切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因为阮若离开你，就阮无法度做啥物，就亲像树叶袂通离开枝，同款，阮也袂通离开你。主啊，阮的对敌看轻，取笑阮到极。主啊，求你救拔阮，提升阮，互阮无受因的取笑甲看轻。主啊，我要尊你做至权，因为你有提拔阮，无互阮的对敌对阮夸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